各位，你有冇諗過，當一家上市酒樓集團竟然要推出98蚊任食火鍋嘅時候，呢個香港嘅餐飲業究竟已經去到邊一個地步？98蚊喺今日嘅香港可以食到啲乜嘢？去茶餐廳食個特餐，加杯凍飲都可能要50-60蚊；去中環食個網紅酸辣粉都可能要70-80蚊。但係稻香呢間幾十年老字號嘅大酒樓，居然可以拎出98蚊任食海鮮、鮮蝦、廣島蠔、脆肉丸，仲要加少少錢就可以無限任飲啤酒汽水。你第一時間聽到可能覺得哇，真係太抵食，好開心，香港終於有返深圳嘅性價比。但係你只要仔細去推算一下背後嘅成本結構，你就會發覺呢個根本唔係咩慶祝消費回暖嘅優惠，而係一場血淋淋嘅攬炒前奏，亦係2026年香港餐飲業大洗牌前夕最令人毛骨悚然嘅一幕。大家試諗下，98蚊任食，扣除埋1成服務費或者各樣雜費，稻香每接一個客，手頭上可以拿到嘅毛利到底有幾多？喺香港呢個地價、租金、人工同埋食材成本都高到嚇人嘅地方，98蚊要包你場地、包你冷氣、包你洗碗人工、包你電費，仲要任你食海鮮同肉類，佢根本就係喺度做緊蝕本生意，或者講得再難聽啲，佢係用緊一種極端嘅以本傷人手段。佢點解要咁做？佢唔係開善堂，亦唔係突發奇想送福利俾香港市民。佢之所以做到咁絕，係因為成個香港餐飲業嘅生態已經被徹底拉扯到臨界點。當全香港嘅市民周末個個都往北，想去深圳、去珠海消費，當留在香港嘅市民消費意欲跌到谷底，大家食飯第一時間睇嘅唔再係環境好唔好、服務貼唔貼心，而係睇個性價比到底夠唔夠極致嘅時候，大集團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利用自己龐大嘅資金池同埋供應鏈優勢，發動一場毀滅性嘅價格戰，直接將身邊所有中小企同獨立小店逼落懸崖。你可能以為呢場價格戰受害嘅只係嗰啲平時喺街邊開嘅小火鍋店、火鍋放題店，但如果你真係咁諗，就太低估呢場雪崩嘅威力。稻香呢個98蚊火鍋，表面上睇係火鍋業態嘅爭奪，但實際上佢係拉走緊成個餐飲市場嘅顧客流量。一個4口之家，原本週末可能會去食小館子、去食泰國菜、去食日本料理，或者去茶餐廳食晚飯，一餐飯隨隨便便都要花400-500蚊，甚至600-700蚊。但依家見到98蚊有火鍋任食，大家都覺得算啦，何必花咁多錢呢？去食個火鍋算啦。結果係咩？結果係周圍幾條街嘅茶餐廳、小菜館、日本料理、串燒店，夜晚嘅客流量瞬間被吸乾。呢種吸血式嘅價格策略，等於係喺本來就已經非常狹窄嘅香港消費市場裏面，強行開咗一個巨大嘅黑洞。如果你深入了解香港餐飲業嘅歷史，你會發現呢種極端手段喺歷史上每一次經濟大轉型或者大衰退嘅時候都會出現。但係今次2026年嘅情況，比起過往任何一個時期都要複雜同嚴峻。過往嘅 SARS 期間或者2008年金融海嘯，香港餐飲業雖然痛，但大家心裏面知道，只要等經濟復甦，等遊客返嚟，等消費信心回升，大家仲可以重新爬起身。但今次嘅情況完全唔同，今次係整個消費模式嘅結構性轉移，香港人嘅消費習慣已經徹底改變，北上消費已經唔再係一時嘅潮流，而係變成了市民生活嘅一部分。當深圳嘅飲食業可以用極高嘅性價比、極高嘅服務質素同埋極龐大嘅市場規模嚟吸引香港人嘅時候，香港本土嘅餐飲業就面臨住一個前所未有嘅難題。論服務，香港人工貴、人手短缺，難以同內地比擬。論價格，香港高昂嘅租金直接墊高咗所有經營成本。喺呢種前狼後虎嘅情況下，大集團推出98蚊放題，實質上就係向全香港同業宣告，如果大家都冇生意做，但我就用最極端嘅價格，先把你哋全部逼到破產。等到市場上只剩下我呢幾間大巨頭嘅時候，我先至再重新掌控定價權。大家要明白，呢場攬炒背後仲藏住一個更深層次嘅財務密碼，亦即係好多人私底下討論緊嘅現金流套現或者資金回籠嘅邏輯。對於上市餐飲集團或者大型連鎖機構嚟講，佢哋每日嘅運作都需要極其龐大嘅現金流去維持，包括支付供應商貨款、支付幾千個員工嘅薪金、繳交各大商場同鋪位嘅昂貴租金。如果每日嘅營業額急劇下跌，現金流一旦斷裂，整間公司就會瞬間陷入停擺，甚至被清盤。喺呢種生死存亡嘅關頭，公司最需要嘅唔係利潤率，而係現金。98蚊任食火鍋。
雖然毛利率低到可怕，甚至做一單蝕一單，但佢有一個巨大嘅好處，可以立刻帶來排長龍嘅人海，可以喺短時間內創造出極高嘅現金流水。只要門口有人排隊，只要每日有現金源源不絕咁流入賬戶，公司就可以繼續同銀行交代，繼續延遲支付供應商嘅賬期，繼續維持表面上嘅繁榮景象。呢種做法喺金融學或者商業經營上，其實就係一種用未來嘅資源嚟填補眼下虧損嘅套現機制。但係呢種以犧牲利潤嚟換取現金流嘅策略，究竟可以維持幾久？答案係非常殘酷嘅。當一間大集團都不得不靠98蚊火鍋嚟拉人頭搶現金嘅時候，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些冇龐大資金池支持嘅中小型餐廳，佢哋嘅日子到底有幾難過？呢啲中小企餐廳冇上市公司嘅融資渠道，冇龐大嘅供應鏈可以議價，佢哋嘅食材成本來就比大集團高出2至3成，租金業主又未必肯大幅度減租。當佢哋睇住隔壁或者同區嘅連鎖大酒樓賣緊98蚊任食，佢哋根本完全冇能力跟進。如果跟進賣98蚊，佢哋可能第一個月就直接資不抵債。如果不跟進，門口就連一個客人都有冇，每日打開門營業就係喺度燒錢。結果呢？結果就係過去呢1年裏面，大家喺街頭巷尾睇到嘅嗰種大規模結業潮。大家回顧返過去呢1-2年，由2024年到2025年，再到依家2026年，香港街頭出現咗幾多鋪位出租嘅告示？由昔日最繁華嘅銅陵、尖沙咀、旺角，到各個民生區如荃灣、元朗、觀塘，無數經營咗10幾年甚至幾十年嘅老字號小店，一間接一間咁拉下鐵閘。好多人以為結業嘅只係嗰啲味道唔好、服務差嘅餐廳，但事實根本唔係淡。好多味道極好、累積咗無數熟客嘅用心小店，最終都係支撐唔住高昂嘅租金同埋整體消費力大幅下滑嘅衝擊。當市場陷入極端嘅價格戰時，最先死嘅往往唔係最差嘅餐廳，而係嗰啲規模中等、有一定品質堅持，但係冇足夠資金去同大資本玩攬炒遊戲嘅優質小店。呢種現象直接導致咗香港飲食文化嘅單一化同埋劣質化。我們再將目光放得更遠少少，睇下成個香港經濟結構嘅變遷。以前香港嘅餐飲業之所以咁蓬勃，係建立喺幾個核心支柱之上。第一係高薪嘅中產階級，佢哋願意喺平時或者週末花錢去享用美食，追求生活品質。第二係龐大嘅訪港旅客，無論係來自內地定係海外嘅遊客，嚟到香港都會想試下香港嘅粵菜、港式點心、各國高端料理。第三係活絡嘅金融同商業活動，商務商討、公司聚餐、商務宴請源源不絕。但係去到2026年嘅今日，呢3大支柱都發生咗根本性嘅改變。中產階級嘅消費心態變得無比謹慎，大家開始精打細算，減少不必要嘅高消費。訪港遊客嘅消費模式亦由過去嘅買食好嘢轉變為深度遊、打卡遊。大家對於昂貴餐飲嘅需求大打折扣，而商業宴請市場亦隨住整體經濟環境嘅調整而有所收縮。喺呢種大環境之下，稻香嘅98蚊火鍋其實就係成個香港餐飲業平民化、降級化嘅一個縮影。當大家都不願意花錢嘅時候，商家就只能夠向下、再向下，用最極端嘅價格嚟吸引眼球。但係大家有冇諗過，當價格被壓到98蚊嘅時候，食材嘅質素、食物嘅安全、員工嘅工作強度以及服務嘅質素會唔會受到影響？呢個係一個非常簡單嘅邏輯問題。98蚊要提供海鮮、肉類、點心同埋飲料，商家如果要維持最後嘅一絲微薄利潤或者減少虧損，就必須喺供應鏈嘅每一個環節進行最極致嘅壓榨。供應商嘅貨款被一扣再扣，食材嘅採購標準被迫降低，員工嘅人手被縮減到極致，一個人要當2個人甚至3個人用。你可以想象一下，喺呢種高強度、低回報嘅工作環境下，前線員工嘅工作情緒同服務態度會係點樣？顧客去到餐廳，雖然用98蚊食到咗好多嘢，但係要面對極長嘅排隊時間、混亂嘅點餐系統、冷漠甚至惡劣嘅服務態度，以及可能唔係咁新鮮嘅食材。最終，顧客嘅體驗其實並唔好，但因為平，大家選擇咗忍受。呢種賣方迫於無奈，買方含淚忍受嘅畸形消費模式，正喺度慢慢腐蝕緊香港幾十年來建立起嚟嘅美食之都呢個金字招牌。更可怕嘅係呢種價格戰一旦開啟，就係一條完全冇頭嘅不歸路。大家試諗下，當稻香賣98蚊嘅時候，其他連鎖酒樓集團，例如美心、聖安娜、大快活、大家樂或者其他火鍋品牌，佢哋可以點樣回應？佢哋如果不跟進，佢哋嘅客人就會被稻香搶走。
如果佢哋跟進，佢哋亦都要推出88蚊甚至78蚊嘅套餐。於是成個行業就陷入咗一個可怕嘅惡性螺旋，大家一齊減價，一齊降低品質，一齊虧損，直到大家嘅資金全部消耗殆盡為止。呢個就係典型嘅商業攬炒。喺呢場攬炒當中，沒有人係真正嘅贏家。大集團可能靠住老本同埋資產支撐到最後，但已經元氣大傷。小商家徹底被清退出場，員工面臨減薪或者失業。而消費者雖然短期內享受咗極低嘅價格，但長期嚟睇，佢哋失去咗多元化嘅飲食選擇，只能夠喺幾間壟斷市場嘅大集團所提供嘅低質素食物中做選擇。我們亦都唔可以忽視租金呢個長期困擾香港餐飲業嘅核心問題。多年嚟，香港嘅店鋪租金一直冠絕全球，昂貴嘅租金吞噬咗餐飲業者絕大部分嘅利潤。喺經濟繁榮嘅年代，業主們習慣咗每年加租，覺得餐廳生意好係理所當然嘅。但去到2026年，當整體消費市道出現咁巨大嘅變化時，好多業主嘅心態依然未能夠及時調整過嚟。雖然部分街鋪嘅租金有所回落，但喺大型商場或者核心地段，租金依然高企。餐飲業者喺面對高昂租金同埋低迷消費嘅雙重夾擊下，根本無法生存。稻香等大集團之所以能夠在某些鋪位推出98蚊放題，好多時係因為佢哋嘅鋪位係自己持有嘅物業，或者佢哋擁有極強嘅議價能力，可以同業主簽訂非常優惠嘅租約或者抽成條款。但呢種優勢係絕大多數普通中小企餐廳完全唔具備嘅。這亦意味着香港餐飲業嘅門檻同競爭環境已經變得極度不公平。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問啖：香港餐飲業嘅未來到底喺邊度？2026年嘅呢場大洗牌之後，香港嘅餐飲市場會變成點樣？我們必須清醒咁認識到，舊嘅模式已經永遠過去咗。過去那種依靠高租金、高定價、高毛利，隨隨便便開間店就可以賺大錢嘅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未來的香港餐飲業將會呈現出一種極端嘅雙極化發展趨勢，一極係極致嘅性價比同埋標準化，這亦係大集團正在努力佈局嘅方向。例如98蚊任食火鍋、兩碗飯、平價快餐等等，呢類餐飲形態依靠嘅係龐大嘅規模效應、中央廚房嘅高度標準化以及極端嘅成本控制。佢哋嘅目的唔係提供多麼驚豔嘅美食體驗，而係喺市民口袋變緊嘅時候，提供一個低成本嘅飽腹方案。呢類餐飲會佔據市場極大嘅份額，但佢哋嘅利潤率會非常微薄，競爭會極度激烈，稍有不慎就會被更平嘅競爭者取代。另一極則係極致嘅特色、體驗同埋情緒價值。喺大集團用價格戰清場之後，能夠生存落嚟嘅中小企餐廳，絕對唔可以再同大集團拼價格或者拼規模，因為淡做無異於以卵擊石。中小企唯一嘅出路係做大集團做唔到嘅嘢，亦即係提供具有獨特故事、極高食物品質、親切人情味以及無法被標準化嘅餐飲體驗。未來的消費者要麼就選擇幾十蚊嘅極致平價餐，要麼就願意為咗真正獨特高質素嘅體驗支付日價。而夾喺中間嗰啲無特色、無價格優勢、無品質堅持嘅普通餐廳，將會在2026年嘅呢場大洗牌中被徹底淘汰。我們再嚟睇睇北上消費對香港餐飲業嘅深遠影響。好多人簡單咁將香港餐飲業嘅寒冬歸咎於香港人喜歡去深圳玩、去深圳食嘢，但大家有冇有深入去諗過，點解香港人咁喜歡北上？難道僅僅係因為平嗎？平當然係一個重要因素，但更重要嘅係服務態度、空間體驗同埋產品嘅創新速度。喺深圳，你可以用幾十蚊或者100蚊享受到極其寬敞嘅用餐環境、無微不至嘅服務，以及層出不窮嘅新穎食材同甜品。相反喺香港，好多時花咗幾百蚊坐在狹窄擠迫嘅座位上，仲要被店員催促快速食完離座，亦即係所謂嘅限時食飯。呢種體驗上嘅巨大反差，先至係驅使香港人源源不絕北上嘅根本原因。稻香嘅98蚊火鍋喺某種程度上係香港餐飲業試圖用深圳價格嚟留住香港人嘅一次絕望嘗試。正如某些財經評論所講嘅，香港火鍋，深圳價錢。但問題係，單靠價格真係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嗎？如果服務依然冷漠，環境依然擠迫，食材質素因為成本被壓低而有所下降，淡樣嘅深圳價格真係可以長期留住香港人嘅心嗎？答案顯然係否定嘅。價格只係吸引顧客入門嘅第一步。真正能夠留住顧客嘅，永遠係整體嘅用餐體驗。
如果香港餐飲業只係學到了內地嘅價格戰，卻冇學到內地餐飲業喺服務創新、體驗升級同埋產品迭代上嘅精髓，淡養嘅價格戰最終只會演變成一場沒有贏家嘅自我消耗。我們亦要從從業員嘅角度嚟睇呢場餐飲大洗牌。香港餐飲業長期以來都面對住嚴重的人手荒問題，年輕一代普遍唔願意入行，從事高強度、長工時嘅餐飲工作，導致行業人口老化問題非常嚴重。60歲甚至70歲嘅樓面姐姐、洗碗阿姨喺香港嘅餐廳裏面隨處可見。當大集團發動98蚊放題嘅價格戰時，最辛苦嘅往往係呢班前線員工，因為餐廳要控制成本，唔會輕易增加人手，但顧客數量卻因為平價而大增幾倍。前線員工要喺極度繁忙嘅環境下工作，體力同精神都承受住巨大嘅壓力，這直接導致咗服務質素進一步下降，形成了惡性循環。當員工做得分外辛苦，卻得不到相應嘅薪酬提升，餐廳又因為價格戰而盈利微薄，無法改善員工待遇時，整個行業嘅人才流失只會更加嚴重。此外，呢場餐飲業嘅寒冬同大洗牌，亦會對香港嘅商業地產市場產生巨大嘅連帶連鎖反應。過去，餐飲業係香港商業地產最穩定嘅租戶來源之一，很多大型商場依靠引進知名餐飲品牌嚟帶動人流，從而帶動其他零售業態嘅消費。但係，當連鎖餐飲集團都開始要靠賣98蚊火鍋嚟維持現金流，中小型餐廳紛紛倒閉結業嘅時候，商場同業主們將面臨前所未有嘅空置率壓力。如果業主們繼續堅持高租金，結果就係越來越多嘅鋪位變成空置，街道變得冷清，進一步打擊整體嘅商業氛圍。2026年，我們可能會看到更多地產業主不得不屈服於市場現實，大幅度下調租金，或者採取更靈活嘅分賬模式嚟同餐飲業者共度難關。租金體系嘅重組將會係香港餐飲業能否重新出發嘅關鍵一步。我們再深入探討一下套現騙局或者商業套現呢個概念喺今次餐飲寒冬中嘅呈現。喺商業世界裏面，當一個行業進入衰退期或者大洗牌期嘅時候，往往會出現各種各樣嘅資金操作手法。有些不法商家或者眼光短淺嘅經營者，會利用市民追求平價嘅心理，推出各種預付式消費、會員卡充值優惠或者極端平價嘅長期餐券。佢哋在短時間內收集大量嘅現金流，表面上生意興隆，門庭若市，但實際上背後已經資不抵債。當現金流收集到一定程度，或者當營運成本徹底壓垮公司嘅時候，經營者就會選擇突然清盤結業，離場而去，留下無辜嘅消費者、被欠薪嘅員工以及被拖欠貨款嘅供應商。雖然像稻香呢類大型上市集團唔會採取這種極端嘅清盤逃跑手段，但佢哋運用極低價格嚟強行拉動現金流，延緩財務壓力爆破嘅做法，喺本質上亦係一種商業上嘅延命策略。這種策略對於整個行業生態嘅破壞係極其巨大嘅，因為佢用不健康嘅定價擠壓咗所有正常經營商家嘅生存空間，讓大家都無法獲得合理的利潤去進行設備更新、員工培訓同埋產品研發。整個行業嘅發展因此而被鎖死喺一個低水平嘅惡性競爭裏面。大家想想看，如果成個香港嘅餐飲業最終只剩下2掌飯、98蚊任食火鍋以及極端平價嘅快餐店，呢個城市仲算唔算係我們所熟悉嘅呢個充滿活力、美食匯水嘅香港？香港過去之所以被譽為美食天堂，係因為我們有極度多元化嘅飲食選擇，由頂級嘅米芝蓮星級餐廳到街頭巷尾嘅平民茶餐廳。由傳統嘅手藝、粵菜、大排檔到來自世界各地嘅異國料理，每一種餐飲形態都有其生存嘅空間，都有支持佢哋嘅顧客群體。但係當極端嘅價格戰同埋大洗牌將中層嘅餐飲企業全部清除嘅時候，香港嘅飲食文化將會變得無比貧乏同單一。2026年對於每一個香港人嚟講，無論你係消費者、餐飲從業者定係普通市民，都需要重新思考我們與這個城市餐飲業嘅關係。作為消費者，我們追求平價同高性價比係完全合理嘅。喺經濟不景氣嘅時候，精打細算係每個人嘅本能。但係我們亦需要意識到，天下沒有免費嘅午餐。極端嘅低價往往意味住品質嘅妥協、服務嘅下降，以及背後無數中小企嘅倒閉同從業員嘅困境。如果我們希望香港繼續保持其獨特嘅美食文化，我們喺能力範圍之內，或許亦應該多啲支持那些有堅持、有品質、用心製作嘅本土小店，給予佢哋一條生存嘅空間。
而對於香港嘅餐飲經營者嚟講，2026年嘅這場大洗牌，無疑係一次極度痛苦但又無法迴避嘅考驗。靠抄襲、靠走捷徑、靠簡單粗暴嘅加價或者極端減價嘅時代已經結束。未來的餐飲業拼嘅係極致嘅營運效率、深刻嘅顧客理解以及無法被輕易複製嘅產品特色。餐飲業者需要重新審視自己嘅定位。如果做平價，你是否有足夠嘅規模同供應鏈優勢去同大集團競爭？如果沒有，你就必須果斷放棄價格戰，轉向深度耕耘特定嘅細分市場，提供更有溫度、更有特色嘅產品同服務。同時，政府同相關行業協會喺這場餐飲業大洗牌中，亦扮演住舉足輕重嘅角色。單靠市場自發嘅調節過程可能會極度殘酷，並帶來大量嘅失業同社會問題。如何協助本地餐飲業進行轉型升級？如何提供更多嘅政策支持同培訓資源，幫助中小企提高營運效率，推動數位化轉型？如何合理引導商業地產租金回歸到健康理性嘅水平？這些都需要相關部門拿出更具前瞻性同智慧嘅政策措施，而唔係任由市場陷入無休止嘅惡性攬炒。回看稻香嘅98蚊火鍋，它就像係掛喺2026年香港餐飲業天空上嘅一盞警示燈。它用一種極端而戲劇化嘅方式，向所有人展示咗這個行業正在經歷嘅巨大陣痛同變革。這唔單止係一間酒樓集團嘅商業策略，更係整個香港經濟轉型期中本土消費市場、地產結構、人口流動以及消費心理發生劇烈碰撞嘅一個典型縮影。這場大洗牌最終會將香港餐飲業帶向何方？係喺殘酷嘅價格戰後徹底沉淪，失去往日嘅輝煌，定係喺經歷洗禮之後淘汰掉落後嘅產能，孕育出更具競爭力、更適應新時代需求嘅新型餐飲生態？這取決於每一個餐飲從業者嘅抉擇，取決於地產業主們嘅理性回歸，亦取決於我們每一個香港消費者嘅選擇。喺這個充滿不確定性嘅2026年，香港餐飲業嘅黑暗一幕已經揭開，而黎明什麼時候會到來，依然需要整個城市共同去尋找答案。